大爷，我的起来起来！太阳已经出来了，牛羊睡觉吗？起来吃早餐呢，大爷。等5分钟，5分钟。快去洗脸。好。有咖啡多好，我太想喝咖啡了。你想太美了，这小样上有2个圈子，一个喝掉，另一个我帮你喝掉。不要我自己喝。走了，大爷走，去改样。来，弟弟进去改样。好。快走，快！追 ！What is？ 快走，快上来！我都累死了。这里有熊，不能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，会吃掉你的。我不怕熊，在那等我，我赶完羊就下来。好。老大爷，这里有一点信号了。哎，这么好，大爷，那你给家里人打电话，他们不用担心我们，我们过几天就上。What is？ 起来！我们也歇一会儿。哎，先生舒不舒服？舒服，但是我太无聊了，我想回去上海哥。你现在不能回去，你看你动手了，过几天回村里面给你再养吃，再给你买票，别急现在。哥哥说的对吧，Rice？我虽然没去过大城市，我知道大城市骗子多，去上海吃饭、厕所都要钱的。你看这里多美多安静，空气也好。你看，当然是美，我还是有点无聊。走吧，弟弟，我带你去好玩的地方。走，大爷，走。I can fly high, I can go low. Today I got a million, tomorrow I don't know. 我们去在这里交换大戏。好，大爷，那这里跳。I can fly high, I can go low. Today I got a million, tomorrow I don't know. 好远哥，能摔得过去吗？没问题，弟弟，你离我远一点，不然碰你的头。我的，你绕过去对面拉绳子，快！好。好了，慢慢的拉，弟弟。拉。哎，好，你回来。哥，今天能抓几条鱼？我觉得今天3、4条能抓，有时候1个也抓不到，看运气。咱们下午收网，看看附近哪里区域好一点，走。大仙，你猜猜有多少鱼？我猜不出来，大爷。如果1个鱼没有的话，回去在你这样吃。你屁呢？走，帮我拉一下。哎，好像有鱼。别急。哎，这那个好像有很大的鱼。应该是吧。来，大爷，一起拉。我出来了，我1个鱼出来太小了，这个小。喂，还有鱼呢！这个太大了。这个鲤鱼吗，大爷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好吃，那么胖嘛。喂！你看弟弟这个大不大？太大了吧，这个我去。哎，没了，今天就
钓了2条鱼，弟弟。3条。走吧，走吧，3条。哎，你把这个网收掉，咱们一块去上面吃掉。好，等我马上过去。大爷，你去找柴火。好。完了，你去找一个石头，平平的石头。哥，这个可以吗？哎，可以，可以，拿过来。好。哥，把辣椒放多一点，我喜欢吃辣的。好。今天在海边吃西餐一样吃吗，哥？对对，比海边吃西餐更好。哥，给我烤土豆，来，洗干净了吗？洗好了。你还记得我小时候给你烤土豆吗？当然记得。熟了。来，弟弟尝一尝。熟了没有？熟了。来，大家吃。哇哦！太热了，没点吃。太香了，哥也免不了。来，弟弟，吃土豆，这个土豆也好吃。来，泰尔哥哥吃这个，太香了。哇哦！哥，土豆熟了。拿出来。来，给你一点调料。给我一点。哥，你冬天钓鱼的视频是不是在这拍的？对，那个钓鱼的视频在那个对面拍的，那时候也太好看了，这里。那时候你钓了3条鱼，这样吃的，我看你作品太想吃了。对，那个鱼也太好吃的，那时候剩下2条鱼，咱们带回家跟爷爷一起吃的。对，大爷，那时候也多好。你看大蟹，我爷，我爷，我。